好來，鄉親啊，台中5車有業者舉辦關會送行家的活動。行家行家，掃掃切切，互人看甲嘴爛插插滴。毋過想要摕到行家，就要先關會。若是關250cc，就當炸走規隻行家；若是關500cc，佫當摕到200塊的超值禮券。先講下真濟民眾來排隊。今天要來捐250，然後烤雞其實還不錯，就是這次的活動，因真的蠻多人來參加的。這個活動是在地建商舉辦的，因小林說第5擺舉辦關會送行家活動，真濟民眾嘛講原本就關會習慣，看到活動就真歡喜。希望大家共襄盛舉，而且我們還會捐復康巴士回饋給市政府，回饋給社會。關會中心講，即馬較欠 A 型和 O 型會，歡迎民眾定期關會，用行動來幫助有需要的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